邊個話喺姐姐休息日可以叫姐姐順便做少少嘢？停！大家呢句順便啊，分分鐘幫你換嚟5萬蚊罰款。姐姐，啱啱 BB 便便完，你出街之前幫我順手換埋尿片先啦。點解今日我放假，媽都叫我做嘢嘅？大家好，我係日日幫嘅阿 Day。精明嘅僱主一定要清楚僱傭權益嘅界線。法例規定，外傭每7日就必須要放1日休息日，而且係連續足足24個鐘。好多僱主以為叫姐姐順手換個尿片或者煮埋早餐先，都唔算叫姐姐做嘢。但實情係呢24個鐘嘅休息日期間，就算叫姐姐做少少家務都算違法，喺法律上有機會構成強迫工作。姐姐絕對有權拒絕。如果姐姐去有關部門投訴，根據僱傭條例第63條，僱主可被檢控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罰款5萬蚊。今日嘅僱傭教室講住咁多先，下次繼續同大家講解僱傭權益嘅界線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話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。日日幫會將條例生活化，變成一系列嘅 videos， 幫大家認識僱傭權益，同姐姐建立良好關係。想睇更加多詳細嘅資訊，可以去我哋網站 www.daydayhelp.com。下次見，拜拜。